歌，屁屁宝开始哦，来开始。屁屁宝，屁屁宝，屁 H 就是好 ，M B 就是无 ，T 的 T ，H 就是好 ，N L 就是乐 ，K 个 K H 就是可 ，N G 就是个好 ，C H 之 Z 就是字，这三字爱写字，正是读爱啊，这要读啥？吼，所以你爱写，来就是过来，啊，这个是读好，啊，这个是嘛吼，啊，这个就是囝的来，安尼好啊吼，所以这是囝前母后甲写条。上尾呢，咱要讲变化，台语的声伊是有变化，啊，迄个变化就是伊固定的变调吼，第几声变第几声，只要若后壁有，伊就爱变，啊，这是也着来引导同好耍的所在，就是为中开始，第五声爱变第七声，第七声爱变第三声，第三声爱变第二声，第二声爱变第一声，第一声爱变第七声，啊，第四爱变第八，啊，第八爱变第四，安尼你就变来变去，你就会毋知影要讲啥对无？所以你即马干那记一句话就好，吼，因当足好耍的。我无管7、3、21，九九乘法嘛，吼，就是我不管7、3、21哦，你要读7、3，你读37哦，安尼就对起吼。我无管7、3、21，拢要压落来引导10巴啦。安尼你声调变化你就记起来，吼，来讲一解。我无管7、3、21，拢要压落来引导10巴啦。安尼就好啊，这就是讲话变调吼，啊，所以声调咱就过来讲一解。第一声是更后在，二声是倒平好，吼，三声是正平白，四声是要倒搁好调啾，五声是爬山高，六声就无参加。才敢有看到第六声？无吼，爱记着六声就无参加。七声是减肥的大手，八声是要倒搁好行着高。好，安尼，这就是字母假啊吼，互你囝前母哦，甲声调讲出来，会使用一个计数，用一个学袂理念口